众朋友，早早欢迎看4月初3，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咱国内昨的疫情。昨咱国内是增加160例本土，带病入境嘛有244例，拢是今年上界一个纪录。而且咱国内佫出现头一个 X1的变种，病毒量真悬，毋过无症头。指挥中心是表示，这款变种的资料真少，会安怎变化，还佫继续观察。详细喷消毒水，因为每个所在拢可能暗藏病毒。高雄市初二增加9例确诊个案，有1检所工作人员伫例行采检发现确诊，也有4个人分别去过花东甲阿里山旅游了后检疫，真侪个案牵涉外地移动。市长陈其迈也建议清明节暂缓进塔祭拜。南北的移动在春假的期间是非常的频繁，那尤其是扫墓，基于防疫的风险，我们建议那这个要进入塔位的这个部分先暂停。清明连假第1天，不止境外移入有244例，本土也连日冲破3位数，增加160例，双双创下今年1天确诊新高。其中家人小吃店群聚增加上济42例，三峡亲友群聚17例，中和公府群聚10例，桃园电商工作室增加10例，大部分是囡仔。台中食喜酒相关7例，指挥中心排除甲家人个案有关联。另外，花莲主治病院、桃园舞蹈老师等群聚，也拢各有懒散的个案。舞蹈老师或舞蹈教师的这个群聚定序结果是已经出来那它的序列跟我们目前这个大潭电厂的序列是完全相同的可能有这个没有被发现的这个个案有互相导致交互就是有这个序列传播过去，不过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目前很难论定。那清明假期本土继续超过100例，连假过后防疫是毋是佫升级？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无准备走向加强，毋过面对确诊人数欠悬，指挥中心按算伫上北家人甲桃园中科专责病房，佫放应对轻症的分流措施，确保医疗量能。无症状轻症确诊。且年龄65岁以下、生活可以自理者，均已收治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或加强版的防疫旅馆，可以允许以2人1室收治。那以前我们是限家人同住或同行者，现在我们不限。即马国外出现的上新中组变异株 X1 是 Omicron BA.1 甲 BA.2 的混合体，也伫台湾出现影者。指挥中心证实，进前境外移入有验出一个个案属于无症状患者，目前国际资料也无够，传播率、重症率依然还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家人小食部的群聚，昨是阁加42例，加强已经有157个人染病啊。而且因为佫增加4个警察确诊，所以嘉南市警察局所有的人员明仔载拢要佫验一遍 PCR。也若是新北是佫增加52例，是全台湾增加上济病例的县市。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会甲台北嘉南这块小外地区做伙防疫。不过，伊嘛要求中央着爱讲互清楚，到底是要甲病毒共存，也是列出所有的病例。嘉南的疫情一直拖，初二新增加42例确诊，其中甲小食店互相烧的案件有关的有7个人，总计有157人去画着。警方另外是新增加4个人画着，拢是食饭了后阴性出来确诊者。对此，嘉南市警察局初时安排所有人进行全面性 PCR 采检。另外，伫嘉南要试办的类似普遍的检查，什么时阵才实施？那全国也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每一个的执行的细节都要被很仔细的一个确认，然后确认它是可以被执行无误的。另外，新北市初二52例确诊，全国上最确诊者去过所在有秀潭影城，也有新店、IKEA、捷运板南线等。另外，中和相关新增加7个人确诊，三间某一间国小老师因为厝内底人传染去画着，造成3校2个老师、12名学生，总共18人确诊，这阵扩大报列535人。其实老师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因为教的学校有3个学校也教的相关的社团团队，再加上因为花很多的班级，所以确诊数目前是18个。有新北连续2天确诊数目是全台湾上多。侯友宜表示，新北瓦郡归人台北，爱斗阵做好防疫。对着中央采取开放边境、兼顾经济，侯友宜要求中央讲清楚，甲病毒是共存，也是清零。显然，如果用去年的大家努力的一个做法的方向，其实
赶不上整个病毒的速度，所以我们中央一定要很清楚，你到底要采取病毒共存、清零。23979哈，在大同区哈，有一位小于10岁的这个确诊者呢，他是在我们大同区的某国小哈，这个就学幼儿园就学。那目前我们也跟学校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疫情处理。台北市初二新增加18例本土确诊，以艋舺区4例上多，确诊者去过所在有了后夜市啊、西门町信义区、捷运南线、台北车站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厝价一日咧起，女办买厝有难愈来愈贵，个人愈来愈细间，而且个人愈来愈久。根据上新的统计，13年来买厝的平均面积减少9坪，而且是厝国平均旧超过11年，但是厝价却是加超过500万。业者就表示，台湾市场新厝起少，差不多2间厝都有1间是超过30年。接落来是中国时报，新北市一条新的住地条例10月要实施，除了有海沙厝认定甲鉴定的标准，更有限期强制拆除断水电的条款，希望会当改善民众的安全，更有定下好拖时间唔愿改建的情形。上尾是联合报，根据教育部108学年的统计，学生有新的人数拢总有6323个人，其中高中生就占800多人，是这几年来上多。教育部解释讲，迄是因为对108学年开始，由卫福部提供资料，所以数字会较精准，人数才会增加。不过有教育团体是认为讲，学生交朋友的管道愈来愈多，哪来哪复杂，有新的比率提悬是无意外。东南水泥这间安文通公司，拜五咧拆高塔的时阵，规座高塔向倒去地着电塔。后本正就因为清明连假真侪人咧坐，高铁无法度正常走，人客甲杂通通。工地负责人甲吊车司机等等的相关人员，暂时去桥头地检署说明案情。承包商的公司负责人甲经理100万交保，现场的负责人30万交保。负责人甲吊车司机接到通知，7日中昼主动到案说明，因是担任安文土厂重大公安事故现场工作人员，由警方做笔录调查事故原因甲责任了后，移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施作的方法工法有没有违反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是有违反规定或者施作没有按计划来进行涉及到公共危险罪的部分会移送法办。当然，安土工厂初一下晡拆安土高塔时阵，因为高塔向青瓜倒落去，影响电线甲高压电塔，影响高铁左营站供电，和高铁连架疏运有够乱。高市监管处找技术工会到现场会勘，发现包厢根本无照提赔时间计划分段拆除，是用一次性倾倒工法，也无做防护措施。就好像我们在砍树一样。它就是倾倒之后，在后续再慢慢的去针对结构体的部分，慢慢去做咬碎、碎裂，再去运出去。当然时程上是可以缩短很多，但是当然相对应的风险也很高。几倒去进前，卫民员发现包厢无清空内底机具，和重心无稳，敢若靠一条钢索根本无法度将2000吨以上关塔游向有顶倒去的方向，最后关塔往反方向倒去，造成重大事故。和市长陈其迈去甲讲要告到底，也只是国局处对工厂甲包厢其他的工地做专案稽查。那初步我们也查核到，还是有一些违规。这个工地被查出有真侪问题，其中政府工地无申报就开工，按照工地是无设上下设备，两个所在拢被命令停工。另外，针对事故本身，工务局、环保局甲劳工局也分别对申请人、拆除人、建筑建筑师甲包商总共重罚607万。因为事故佫牵涉公共危险，但检方调查清楚了后，承揽工程人或者是监工人员，恐惊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9万块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东南安文土厂的工程失误，影响到12万人坐台铁港高铁的计划。交通部长王国材已经出面回释了。另外，迄暗台南市政府是有紧急派卡手去指挥交通甲消头人阵。市长黄伟就是表示，迄个成本拢会甲东南水泥来讨。那我们第一天要返家的民众，
在车站造成的不便，我这边表示非常的抱歉。这次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到高公桥巡视，将对前一暗当日暗头时间地下台电塔和高铁停驶代替配合断电，以指出影响高铁12.4班代替1.2班旅客行程。真列车一定在暗时恢复营运。不过高铁台南站甲高雄站客满地车旅客已经为车站疏运爱检讨，因为两站派出300台专接车，煞出现有车无法度进站的问题。在车站的外围，塞成一团进不来，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可以检讨，就是说以后有类似的状况，应该他上车的地点要更大的分散。前一天尾暗开始，台南客满旅客，一直到暗时10点过后才慢慢消化，疏运时间6点钟。迄时阵，台南市政府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出动警力指挥交通。交通局甲高铁公司资源转接，这突发事件所产生的行政成本，市长黄伟哲要对东南暗头工厂求偿到底。在施工居然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规划，那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因此呢，所衍生的一些成本，我们都应该要跟他们来求偿。针对这以外，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工地警觉性无够，财损也未估算，不过也求偿到底。若高铁边时间以外，竟然造成高铁停驶，后续敢有加强防灾机制？王部长指出，东南暗头工厂离高铁还有一段距离，暗可中途高塔有9站楼悬，倒去才影响高铁，实在是意外。这个算是一个意外了哈，而后在民间在施工的时候。任何可能都要考虑哈，了解说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哈，那个警觉性更高一点。另外，旅客权益高铁表示，这摆事件不是高铁公司的责任加天灾理由，不过考虑旅客受到真大影响，就算是专接车，旅客一年来依然应申请退行，无侪还区间的票价。记者综合报道。昨是台铁大路股事故满1年，台铁局昨伫咧台北车头办追思会。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对不起所有的家属。也若是行政院长苏清昌是讲，希望赶紧互台铁公司化，才对得起各界期待。同时对台铁的员工也保证，绝不会因为改革而减损员工的任何薪资福利，种种的方面，我们3项保证2项承诺一定做到。所以这1年来，我们在安全改革也花很多力气。虽然在这1年来没有重大的事故，但是小的事故或是惊险的事故还是不断哈。那这部分我们必须再持续加强。在昨个追思会当中，计共有97位家属参加。家属的代表是坚持讲，官方要有监督台铁改革的机制，而咱这家属甲事故受伤的民众嘛，拢爱参加在内。要有明确监督台铁改革的机制，希望卖阁有同款的家庭面对悲剧。咱讲到白皮事故满1年，所以昨透早9点28分，也就是当初是意外发生的时间。全台湾的列车路单车内30秒，家属嘛去现场致哀。早起9点28分的列车淡水里，这是因为代替泰鲁高号列车事故发生的时间。事故1周年这一天，代替总动员全线列车部分地点车长时间一到淡水里30秒，用声音来悼念殉职的司机员甲罹难旅客。有联想到那个事件，然后大家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是左看右看，然后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大家其实那时候感觉，包括我在内是有点紧张的，感到也很伤心啊。那希望就是以后的事故就可以避免掉这样子，因为大家真的都是一条很宝贵的生命。追列车每一秒听起来拢真沉重，因为这事故带走49条性命，造成严重死伤。为少罹难者家属重回事故地点，炸花来悼念。点点7月岁罹难者家属到追悼现场，伫事发地也唤起伤心的记忆，甲亲人也无法度转来听。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消息。
有风声讲，罗西亚往乌克兰的城市贝尔格罗去受到乌克兰直升机的空袭，引发火灾。这是自战争以来罗西亚境内头一遍受到攻击。虽然乌克兰是唔愿回应讲这边的攻击到底甲因有关系，但是这恐惊会对未来的谈判加添变数。另外，罗西亚是讲要减少伫咧基辅市周边的军事活动。即马有卫星是翕到讲，罗西亚军队已经全部拢撤走。设伫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麦克萨尔科技公司运用商业卫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双方这摆激烈交战的安托诺夫机场，翕到机场的厂房，也有停机坪，等等这所在，并且比对3月2日到3月3日2天的影像，结果会使清楚看到，原本排列真整齐的车队甲临时的营房，即阵已经消失无看咯。俄罗斯进行提出减少基辅周边的军事行动，强调这是为了让新一轮的和谈营造正面的气氛。也毋过乌克兰甲背后支持的欧美国家预言讲，俄军只是转移阵地，随时准备搁再发动攻击。The aim is to deprive the Kyiv regime from capacity to present any threat to Russia, and this capacity has been built and strengthened for many year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O countries who wanted to make anti-Russia out of our neighboring and fraternal country. 另外，俄军撤离了无偌久，就传出俄罗斯瓦军乌克兰边界小城市贝尔格罗疑似遭到乌克兰直升机的空袭，造成都有遭爆炸导火。对此，乌克兰官方一方面强调，任何攻击俄军的行为拢是正当的自卫；另外一方面佫讲，空袭就有设施甲乌克兰是无关系。I can neither confirm nor reject the claim that Ukraine was involved in this, simply because I do not possess all the military information. 俄罗斯甲乌克兰两个外交部长拢伫访问与会国家。俄罗斯想要求印度，希望在欧美战略贸易甲金融方式之下找出突破点。乌克兰是甲相反反俄罗斯的波兰，回想安怎阻断俄罗斯的外交途径。广西新闻，徐嘉玲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昨是中华职棒33年开幕战，现场有14000多位球迷入场看比赛。不过现场煞是拄到济问题，毋但落雨，外野电火阁歹去，现场干那拍2局就裁定保留比赛，连工才阁拍。观众拢穿着黄色加白色的雨衫伫咧看比赛。中华职棒33年开幕战翠里岸比赛，中信兄弟对统一狮。中信兄弟的弗莱西中一个第一个打射就攻出安打，偏高的球打到右半边中直，在2022年的第一支安打 ，OK 啦，弗莱西。伫开幕战先发的统一狮投手吴志伟，第一局下半局拄到满垒，是靠着甲张志豪三振化解危机。哎呦，刚好压在边边角角的位置来了一个三振。留下了一个满垒的残垒，一局打完之后，两队的比数0-0。这场比赛原本就因为落雨延了1点钟才进行，也毋过拍到第2局下半局2个人出局的时阵，又搁落雨，而且正边外野的电火搁熄去，所以决定要延赛。来看比赛的副总统赖清德，甲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也只好连工才来看比赛。伫这份本土疫情多点爆发，也毋过目前中华职棒进场的人数依然无受限制。开幕战来看比赛，观众就有14208位。记者综合报道。日方人民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台湾的囡仔对因生活的满意度降到有史以来上低纪录，而且是愈大汉就愈无欢喜，甚至有活3成的囡仔有一款叫做世界就算无我嘛无要紧的想法。为联合联盟记者会来开场，这几位国小的学生展现平常时练舞蹈的成果，但无法紧张煞真欢喜。因讲儿童节要到啊，希望舞跳甲更加好，平常时会当欢喜。是可以出去玩很多东西，领养一只猫。你觉得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开心？平常下课时间。上课不快乐。
很快乐。台湾囡仔对平常时的生活感满意。理学联盟上新调查指出，2017囡仔主观满意度阁有79.2分，2020平均分数敢若剩72.7分，创下新低。台湾儿童青少年偏食，要我5成的囡仔逐工是啉有糖的饮料，22.7%囡仔平均一礼拜运动无到1天。一天平均是困7.8点钟，甲国际来比拢无好。理学联盟指出，囡仔年岁愈大，对生活愈袂满意，而且有16.8%囡仔感觉孤单。要我3成的囡仔感觉，世界若是无伊嘛袂安怎。大人应该爱去想安怎甲手机放落来去陪囡仔，互囡仔袂去感觉孤单甲疏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儿童节，有民间基金会甲百货店合作办义手市啊，互囡仔甲家己无咧耍的佚佗物，也是无爱滴的物件摕出来卖甲交换，望互囡仔有珍惜物件甲环保的观念。不论是佚佗物，还是衫裤，全拢俗俗啊卖。连续假期在新竹所举办的囡仔二手市啊，互囡仔现场拍卖无咧使用的物件。带囡仔来现场参加活动的爸爸妈妈，感觉特别有意义。小朋友就是东西要珍惜，我们把东西保护得很好，然后交给下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还会很开心的说：“哇，姐姐、哥哥、姐姐的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有些东西我不要让别人可能会需要。希望孩子有一个惜物的观念，可以透过儿童节来把自己所喜欢的物品，虽然平常可能没有用到，或者分享出去，让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可以有更环保，然后懂得分享，懂得把爱传递出去。除了二手市集以外，各囡仔将家己画的图经过拍卖做公益，过一个无同款的儿童节。把这个画作拿来做义卖，那义卖的所得呢，都会捐出来做公益。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的手、小朋友的笔跟小朋友的眼睛来呈现、来表达，不打小孩子的世界，会让小朋友更幸福快乐。主办单位希望互囡仔会使知影，平常时爱珍惜身躯边的物件。透过活动，互物件会使搁再循环利用，爱惜地球资源。记者陈君豪新竹报道。这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13度到17度。南部地区14度到21度，东部地区15度到21度，外岛地区13度到1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